2026年韩国电影行业形势一片大好，许多韩国大片纷纷定档在2026年上映，其中不乏口碑剧情佳片，又可以收割一波观众们的眼泪了。那么2026年韩国最新上映电影有哪些？最新韩国大片哪部好看？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6年最新韩国电影排行榜，既有正在火热上映的影片，也有广受期待的待映新片，一起来看看吧。姐妹是由韩国导演执导，李柱赫、郑知晓主演的惊悚犯罪电影，外文名为其他译名包括爱丽丝的失踪，韩版，影片对白语言为韩语，影片以惊悚与犯罪类型为基调。该片于2026年1月28日在韩国正式上映。走心男翻拍自阿根廷电影《膝下无子》，由全相佑、文彩元主演，2026年1月14日上映，讲述了高中时期遇见初恋的男人无意间将家庭史变成秘密而展开的一系列风波浪漫喜剧故事。Y 计划是 Climax Studio Wallpoint 共制作，由 Plus M Entertainment 发行，李焕执导，李焕、乌有京、郭在民编剧，韩韶禧、全钟瑞共同主演的韩国犯罪电影。Y 计划讲述了美善和道静两人除彼此以外一无所有，为了逃离底层的现实生活，共同盗取来路不明的黑钱和金条所展开的故事。影片于2025年9月8日受邀参加第50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并举行全球首映。2026年1月21日，影片在韩国正式上映。人工情报 Humint 是由柳生完执导，赵寅成、朴正民、朴谢俊、申世景主演的韩国谍战动作片，由怒公司发行。影片以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边境为背景，讲述南北韩秘密特工在犯罪调查过程中爆发的激烈冲突。该片是柳生完继摩加迪沙走私后的新作，主演阵容经历调整，林真奈因行程问题退出后由申世景接替出演，赵寅成此次与柳生完达成第3次合作，延续前作的谍战动作风格。影片于2026年2月11日在韩国上映。我们的每一天是由李彩雯、金赛纶、崔玉书、柳亦贤主演的电影，于2026年2月上映。影片改编自同名漫画。青梅竹马浩秀突如其来的告白让浅汐措手不及，他慌忙拒绝并报考了与他不同的学校，但不知什么原因，入学当天竟遇到了浩秀。为了两人的友谊，浅汐拜托浩秀像从前那样相处，浩秀答应了，却说出他们已经回不到原来的朋友关系了。与王生活的男人是由张恒准执导，刘海珍、朴智勋、刘智泰、田美都、金敏等主演的韩国历史剧情电影，于2026年2月在韩国上映。影片以朝鲜王朝第6代国王端宗被流放至江原道宁越的历史事件为背景，采用史剧题材呈现相关故事。该片通过朝鲜时代的历史脉络，聚焦端宗被废除后的人生轨迹，展现其在流放地的生存状态与命运转折。群体是 Wallpoint Smilegate 午夜影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由 Showbox 发行，严相浩执导，严相浩、崔奎熙编剧，全智贤、具教焕、池昌旭、申贤彬、金新律、高珠共同主演的韩国动作惊悚电影。群体讲述了因不明感染事件被封锁的建筑物内孤立的生存者们与进化为无法预测形态的感染者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希望是由罗洪枕导演并编剧，黄正民、赵寅成、郑浩妍、艾丽西亚·维坎德、迈克尔·法斯宾德等主演的韩国科幻惊悚片。该片讲述霍普港的居民在偏远郊区有一个神秘未知的存在被发现，不久后他们面临了从未遇到过的事物，将拼命为生存而斗争。庆州记行是由金美柱执导并编剧，孔晓振、朴素丹、李正银、李妍主演的韩国公路复仇电影。故事围绕母亲御师李正银是与3个女儿展开，因小女儿金珠在休学旅行中身亡，且加害者仅被判刑15年，4人通过协商主动帮助缩短刑期至8年。待加害者刑满释放后，御史协长女长珠孔晓振是次女英珠，朴素丹是3女东珠，李妍是以家族旅行为名前往庆州，车辆后备箱藏匿神秘男子。
展开3天2夜的复仇行动。郑家牧场，郑家牧场是由韩国导演金智宪执导，柳成龙、朴谢俊、雍胜佑、郑熙友、李相喜、程秉书、全熙浩、安世斌、裴琉璃等主演的剧情片。该片由格里莫哈克纳尔森担任编剧，制作公司用 Film 曾参与小姐、幸运钥匙、独占等作品制作。该片以畜牧业为背景，围绕经营牧场的两兄弟展开，通过家庭成员互动展现韩国乡村生活图景。作为金智宪首部商业电影，此前执导过电视剧扑通扑通 Love， 延续了韩国现实主义电影对社会基层群体的关注视角。